我们是小勇，我应该是师兄，他应该是师弟，应该是师叔。我给你们讲，马总当年两口子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那会儿在我们山东推的那个家族车，关键是多亏3周，确实支撑，确实是，主要是你人好。这就是因为啥呢？就是因为3中的学生买着花，买着他们，所以他们长大以后就是回报我，那是对他们挺好的。那我也3中毕业的学生，那会儿最爱赊账，主要是那会儿让我们赊账吃。那人家还有的学生，礼拜一来给我6块錢，每天清早来加给我，但是我再不給的，還把我這錢沒有了，都吃不成了。每天清早來加一個，哎，到禮拜6剛好6塊都加完了。我基本上，我前2天一吃完第2天给。哎，給不給那是我也忘了，我都給其實那時候我都不知道馬總姓馬，我們那時候都沒有。我們那會兒就叫吃誰家的？吃眼鏡叔的。116。那會兒就是這麼叫，直到後來有了門頭以後，我們才知道馬總姓馬，叫馬習，就這麼。其實我們那個年代沒有什麼特別的。那時都是比較單純的年代，那個比較單純，再加上以學習為主，再加上3中那會兒是要求特別嚴啊，他是好學校，不能留長髮。我們入學第1天，把長髮讓回去剃成板寸，然後你穿的牛仔褲讓你回去換成3中的校服，然後騎的賽車讓我回去換成飛鴿。